该下小个安豆种哈，来私肉一家绕 Q， 拜托，鸡冠，莫是我跪下来。这么暗呢？你怎么那么懂学玲姐？要不卡个布料粉都摸改了耶，一种腿啊，用比较多。这里有人是家政班的，对不对？都是，真的是我们都有上他的课，桃李满天下。你讲哦，这些水利漫天下。咸的吗？无了解迄无盐跟奶油。无言的结局吗？日本酒啊，是在研究哦。米酒啦，应该米酒。我们现在讲的酒精浓度差很多呢。大家又发现到，其他就是不用也顺滑。切下去，用力。抽烟机，哇！哎，这个是抽油烟机插下来耶。地不地么做嘛个？那个不要。哎，你不用，你不用，不对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。係中馬跳。今日過來到沒有呢個三萬有特別呢。其實一年四季都有唔同嘅水果產出咯。特別係春天呢，哇！百花盛開的時候，你呀對話好喺國家一整年，看那過去全部都係滿山嘅油桐花，對。綠色強壯。錯，故所呢三萬號也真係是一個很適合你放鬆身心靈的好地方。係啊，三藩最有名係油桐花之外，還有3年劉雪玲，劉雪玲，因為雪玲接管係故所古葉三藩的這個嘛廚藝水平整個提高了，國宴了。國宴水平的。好啦，先來分享到給咩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阿森之師傅。大家好，林師傅好，再過來就係分享基本嘅5選劉雪玲劉師傅。大家好。來分享到你風吹潛水澡，佢係兩支鼓手強下來參加，分享到淑珍姐、劉李김姐。歡迎。大家好。好，看一下攬出嚟一片嘅朋友記條係來自三藩嘅表姊妹汪玉淵、鍾淑kim。大家好。啊，先來問看呐，風吹兩位姐姐哦，都要菜梯三萬的話，你就推薦嘛個好搞好食好料的咧？了有好搞的位數嘅動作啦，唔過嘅同江山林葡萄哈，就有時候有油桐花，現在是還沒有啊，油桐樹，還有樟樹以及那個菊園這樣子的，枝園呢給景觀。我們有時間的話，可以去享受大自然。紅景山林步道，對不對？佢講啊嘅，迄個世界都會花有冇？杭州看滿山的油桐花。係啊，錯。不過吼，三藩嘅葡萄，我們但嘗試去挑，很有熱挑愛小街。三藩北部村的個肉蔥龜，不是肉蔥咩龜啊哈，就是儲藏的意思啦哈。特別係軍事用地啦。哦。然後佢哈佢兩片山嘅風景啊，就係專門的貴族園，這樣子像拱形一樣，就像隧道一樣，這樣子，當人都嘅行路隧道哈，有看過一隻卡通，按到龍貓卡，又長哈，又非常的漂亮。老實講吼，係咪係幾街片作廢？又就係偷白啦，莫講哦哈。睇時間咧，兩百多周嚟到三藩嘅時節，一聽我感受一下要到位嘅清講嘅山奶嘅景緻。好，花工都按到哦，路尾行又拉誒，好，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學識變好菜，兩嘴用剪刀塞頭部嘅方式，輪定拓變上地度嘅食材。沙定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做出無窮樣嘅變化，先來兩嘴會抖出乜嘅好明星呢？一家之主搶下來出好菜咯。第一關呢，就來看一下，廿八來到三藩變上地度有乜嘅好食材咧？哦，你講到重點咧，好食材啊，對我來講，係最好嘅。你好乜嘅？唔該。不會。來，你睇蘇許係你好誒，不過。很包谷，還有在用軟瓜，沒有什麼看頭。來，你係乜嘅？豬天台哦，豬上二頭，你下背兩個。挺好誒。哦，這個滷味鹽水雞，雞冠的客家話用講咧，雞啦，雞公雞啦，雞雞，係雞公雞愛來用啊。我們待會必選，好不好？雞公雞愛來用。張伯謙，不是你選。
我刚刚讲说必选好不好？他们不想跟我当朋友。对啊。哦，你还有ham卵，你还有猪翁，这个不是米血糕啊，米血糕啦，不是猪翁哦。哦，好，这个你看错不应长写的小香肠。好，它就2码盖。哦呦，比雪玲姐还辣的。哦，朝天椒。朝天椒也是咸不二啊。哦，好。啊，这个是面。意面吗？鸡丝面。鸡丝面哦，对。反正我不会选它了。啊，没有给你选。哦，对。哦，好，马上呢，安利就来选金行小组讨论。该下小个安豆中哈，来私入一家绕 Q。给公100号鸡冠。我跪下来。那是鸡冠系嘛？冻好些。那什么的料理？做酸头米就负责分3样都做得的。加油上好的拿嘛干嘛？苏西有没有？哦，苏西还有吗？干咸蛋杏鲍菇。咸蛋杏鲍菇。阿牛两个米头最主要就是做咸蛋口味咯。是吗？做的呀。Q 梅做的现象，因为刚好就ham卵到那个朝天椒的小鱼干。杏鲍菇跟金沙比较大。还有2个。你该苏西该饭做的拿来炒饭吗？做的，因为炒饭有饭吗？有啊，要用盐就跟盐葱，就跟那种炒更好吃的。炒盐葱要吗？盐葱也可以。跟就拿鸡冠啊，做2次啊。然后一定要有煮面，然后学苏西。煮面。面铺仔哈。先抢先赢再说。没有，要有赢的。没有料理过。明白了，你要偏就写定了这些小马盖，输不来。加油！苏西盐葱2个最主要的，一开始先拿这个好不好？苏西盐葱，确定了哈。好来加油一下，加油！2组都已經有想法咯，馬上呢先來金行猜拳。好，體育會的第1棒的拳王李kim基對上牛玉姐，粉紅泡泡的對決。哎，對。哦，剪刀石頭布，耶！沒關係，李kim基你先爭了。牛玉姐先不先？來ham卵線，好。打過來漢堡菇。OK， 你要什麼？你可以買這因為嘛？我要這蘇西跟香腸。差幾點呢？哦，那香腸就留好太好了。沒有，留好多關你什麼事？一下最後呢？別！我讓你講，你要兩行。來，先去都站了。哎，你讀唔買？哎，剛好你們拿的我也沒有重複。對，來，天意會電衝。蘇西，來大對決一下。剪刀石頭布。那我們先選哦。好，來。好，小俊拿這應該寫嘛該？天退啦。有眼光。耶。哦。哇，哎，牛丸就很。確定嗎？好，你好，幫我這都先。該就現在了哦。耶。那彎都一樣那呀嘿呀嘿。好像稍微有了，剛剛睇起來討論呢，有冇強用哦。不過沒關係，有想法就好。先來門關呐，風吹有信心嗎？有。看看一下藍水的鴉片哈，有雞冠哈，來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看看2組都準備好勢咯，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比賽。哎，你看起來已經動有想法唄。先來問一下挑戰衛冕者寶座的李kim基，請問一下，有沒有你要編的係乜個料理？炒飯。炒飯啊？哦。請問誰惹你生氣？來勢洶洶。沒有啊，這個要答案呢哦。你都老該蘇西解體了哈。還有。這豆腐包等下豆皮啊，等下會做咩？等一下你就第一。等一下就第一啦。啊，你都有發記用辦處理？沒發記。啊，這沒發記啦。香鹽瓜你要用來做啊？一般香鹽瓜係該炒蝦皮嘅凍好食。冇蝦皮。我基本就洗爛蔥啊，你凍好用啊。用生鹽蔥啊。嘿。你有手套沒？黑嗎？在那邊。好，手套給。我要抓換。好了，我們先過去，讓他們先冷靜一下，冷靜一下，抓到步調一下哈。你那片皮了，哎，好靚哦。哇。這雞冠切得很油呢。剛才羅雪講吼，因為你鹽水雞就買那個雞冠，對，都都係凍太渣嘅嗰種。咩鹽水雞睇到圖問你講會煎嗎？對，要不要煎？我都說唔是，貴則本愛。那你可以不需要有這個表情吧，很欠揍。因為人家看到嘅，因為我就啊，
本来是做得一好食的，但是我觉得记得有动火，因为你看很包顾到鸡冠的筋道是差不多太肥。对啊。等下鸡冠开始痛嘞哈。哇，你们这样等于是双重口味耶，又有鹹的，又有这个部哎。对啊，哎，记得有喊乱动聪明哦，用乱拍。这里有人是家政班的，对不对？来，自己承认。谁？都是。啊，厉害哦！等下，该不会也是雪玲姐的学生吧？黑吗？都是哦，雪玲姐，你真的是我们都有上她的课，桃李满天下。你讲哦，你系水里漫天下。莫鸡冠哦，按用落去通过以后，佢口感袂走呢，软软的。不会脆脆的啦。唔会哈，啱咩啊？用用班落去煮嘅鸡冠嘛，就直接那是脆，脆过以后加掉头油膏、米酒、椒椒、送菜。哦，腥味极重嘞。说张妈妈好久没来了。嘿喏，又相机哈。嗯。阿住头白就教过大家，别个很包固哦。加油咯，冇加油的差别。加油会较香啊，还就做唔得一直变啊，一变会出水啊。对。所以我们不要动它，对不对？慢慢的帮佢剪哦，就剪到长长，这样有会较香哦。一直翻会出水。就我们不要动，那温度呢？差不多样就好嘞。我们等一下过来好不好？好，记得多注意下哈。鸡冠要煮的好吃哦。哇，要用的喏，要用的喏，先炒哦。哦，这个炒饭一定懂用哎。唔对嘞，我给驻天头头白有学过吗？有呢。有啊。你知道吃炒饭最好一件是什么吗？哪个？料比饭多。嘿，错。我们就是。如果200句后吼，你下夯到如紅吼，我就你演出你嗎？电视明星，我跟你说，本来苗栗人就没有人不认识他了。问三太卡都认识，现在红到全台湾了。肉火的啦，肉火的。那怎么会有人拿这个肉腮来炒饭？这么暗呢？你怎么那么懂雪玲姐？要不卡个敷掉滚都摸鬼了耶！你用腿啊，用指甲抖。真的哦？甜的吗？冇了解是无盐应该哪有？无盐的结局吗？如果200句后吼，你下夯到如紅吼，我就你演出你嗎？电视明星，我跟你说，本来苗栗人就没有人不认识他了。问三太卡都认识，现在红到全台湾了。肉火的啦，肉火的。那怎么会有人拿这个肉腮来炒饭呢？我突然想一件事情，啊！他们紫蝴蝶卖的炒饭很好吃哎，对不对？不过今天被我打枪啊！为什么？怎么了？不能太油。哦，炒饭就嘟好就好了。其实咯，佢哋成个系嗰種蘇式嘅盤哦，就有優點就係地板又霧嘛，所以等一下食起來凍香。而且凍就撈出嚟糖還有醋，而家香味種會有咧。然後蘇式嘅盤粒啊，本身是凍 Q， 對，粒粒分明啊。喂，安尼啦。我有蜜酒嘛？是可是多，但是你本法係啊。這個。饭已经是配角了。哎呀，记得係咪愛好的啊？对啊，我们真的要上菜喽。那葱發落去是好的哈。而且麗青姐每次來，這麼暗呢？你怎麼那麼懂雪玲姐？要不卡嘅敷掉粉都摸鬼了耶。要用童子藥哎。你用腿啊，用其他抖。真的哦。好了，我們這邊好了。好了，過來。哦，來到衝來到旁邊。好，雞冠撩起來嘞。這邊係咪有做浪pan？哦，那朝天椒哦。來老講，你一句聽我米酒，有幾多米酒是不用幾多米酒。確定呢？確定呢？變油泡了。因為有的動到誒，該講啊，雞毛舌頭啊，所以我就母。這個是米酒。那些公雞沒洗過頭啊。好嘞，沒有洗過的，有冇水睇咯？唔會的，經驗身體就白蛇先至你老幾蛇。是很難嗎？你是香港嗰邊本嘅嚇，你煮成水一啲，我當啊豆粉啦呀。戰術性成功。吃很難。好了，那我們去倒數哦，這邊2道，等於是2道菜嘛，哈。應該冇問題啦。太豐盛了，好。現場馬上嚟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去吃看下體育館，內部看米西較站的哦。好，兩組呢色彩同厲害哦，看下
从平常料理变出3版的特色菜，来吃吃看下风吹料理咯。看起来真个又强用的，完全唔知个寿司变到哪一道咧。哇，好好食哦！个盘粒吼，真紧又保持个 Q 弹，韩国炒落去之后吼，个酸甜咸全部有咧。炒鱼变到下个炒饭呢，当丰富，当澎湃。也呀，个本身就是粗饭 Q 下炒呢，米头真紧浓沾的哦。美味しい。因为它这道菜有兼顾那个碳水化合物、脂肪呢、蛋白质，这些都有，还有膳食纤维。营养度都低度的哈。对，而且色香味。我记得吼，俩头菜，伊对我们的很原本是上好，也系后来才发现到安用炒会冻好，因为冻因为知道讲哎呀炒饭用做嘛该不会酸，结果唔会，因为凤梨炒饭本身是安用腌啊，所以它酸酸甜甜的，本来是都夹梅。我有吃到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脆脆的这样子。个香软瓜。哦，香软瓜，系啊。你都有个香软瓜有先入狗吗？冇，直接炒。切丝。我今天有学到用火手刮可以。对啦，以前都不敢买。系啊。呀，香软瓜就要食个甜味，鲜甜味。好，不过你下个期待冻球咧，梗系忙六样时间，我是先偷学的。这一道菜，大家就听我选，呛，也叫做选。哦，停下来呢。米头调到当好，而且呢，加个呀给公鸡哦，迄种有些叫做狼盘，加鸡加鲜的那种朝天椒的饮食酱落去，当对面，个感觉唔会出手哦。张伯谦已经吃到不能讲话哈。我放弃主持。姐姐吃到用白了。你平常有吃这个鸡冠吗？有。没有吃啊。你会怎么料理？一般我们水煮，然后放一点姜丝，这样子做凉拌。凉拌的。这个也是做凉拌。这样也很好吃。冻好食，但是有较咸的嘞。真的，我们第一次料理这个，俩完全就是胶原蛋白之菜啊，俩头菜哈，人个暗名脸部砰砰之菜。你看，给你用上按这样子滴嘞，鸡冠就是动物性的胶原蛋白，给很爆固啊，美就植物性的胶质。所以用食起了以后，我紧食紧酱，那就检查马英摸食枪。杜就食枪。这个摸食枪。俩蒜头啊，爱摸食啦。等下那个称号呢，本来打爆哦，先帮抬杠。好了，唔过呢，讲真嘅，你有两嘴动厉害呢，因为不管系下嘅双厦门啊嘛，也系讲下嘅嘅公鸡哦，都冇安好料理，睇起嚟系鲜呢。唔过三下轮呢，就可以系师傅用嚟来评分咯。先来请甚至师傅抢本分数。好，唔怕，等下看谢玲姐全部复数。Thank you。甚至是富强公平。我要分了解风推料片呢，伊个创意个料理展现都浓厚，伊个食材啊，底度呢有很多个层次，像那个饭啊，底度有个醋跟木头，让整个食材啊有个那个香肠，伊个油脂出来之后呢，做得老了个醋饭不给湿度较清爽哎哟。那底度呢有个鲜瓜，所以讲呢那个脆度油，也是都了个浓厚，是个一道料理。啊，南推料片呢，嘛做法个浓厚，香味啊就咸味种出来，啊做得个整个地方係有少少鹹嘅，做啲流水糖嘅，本佢味道較淡一少少嘅，好感謝。好，還是玲姐嚟。南翠又加個炒個鹹卵嘅，又係鹹一絲絲咧，鹹一絲絲咧細啲個涼拌嘅個地公雞，吃到有當搭配感覺啦，當清爽嘅感覺啊，所以我會分南翠樣。風水呢，我冇分樣，我吃到炒飯加下油餅調多一絲絲咧。好，我做食落嘴面遐呢凍油的感覺啊！雖然煮咧凍好食，米是凍搭，可是我吃到有凍油一絲絲咧啦。好哦，唔怕，師傅呢個個有上班，唔過呢樣嘢好嘅，因為嗬睇下就會進步，一本，個個得到1分，唔過三下來看一下咁乜嘢，喺呢個甚至小王子，我帶來乜嘅菜色，到睇下分享咧。師傅出台菜。今日呢，請到你甚至師傅來變料理本台茶好食皮海，菜名係乜嘅？火龍果優格杯。哦，所以今日要做甜嘞。算是一個大概早晨做個早午餐嘅類型。可是不是唔是用到飯嘅？對啦，等下呢，我要用那個奶油、那個奶油吼，等下來炒那個消化餅乾，本佢做個像提拉米蘇。
底部应该那个饼，生乳酪蛋糕，对，它的那个底。然后含酒嘞，含酒该配料部分呢，大概果酱盖，我係用大概火龍果，火龍果，媽做地用大概洛神花，唔過兩種嘅水果該甜味冇用，你大概係較甜，那個洛神花會較酸，可能用馬該當做的。水果機就做得出來了，水果就可以了。料理機啦，主要就係本己做該染色啦，就該拍該就該粉紅色該較醬，呢度該水果呢，含就該草莓，現在竟然還有，大概係最杯梅嘅咧，大概懂便宜哦，對。苗栗嘅善飯就有草莓嗎？有嚴重，真有女們。好，含就該綜合的該腰果，那底度呢就腰果，然後番茄乾，還有核桃、杏仁，好啲都得，幫佢不用送去。然後呢含就該燕麥，好，含就水果嘅部分呢，奇異果含就該葡萄，含就該做得食該飯，幫佢做該點綴就是好的嘞。好，這鍋嘞。今天我們全部這麼多少女在這裡，對啊，這一道菜太適合了，少男心爆發。大概哈。那就幫佢冰上來，安豆豉哈，安澎湃哈，就是少了雞冠。這個請問一下，這個是鹹的嗎？安加鹹的嗎？冇，大概係無鹽嘅。無鹽的，無鹽嘅奶油。無鹽的結局嗎？大概草莓啊，幫佢切對半就好嘞。大概葡萄可能要切，冇切就弄做得啦。等下幫佢冰上去。像這個葡萄沒做得啦？做得啦。如果食較貴，做得冰大概麝香葡萄。哇！大家有食過麝香葡萄嗎？有哦。一串差唔多1500，日本過來應該就賣過咁貴哦。那是去了窮咗啦？冇坑啊。對，坑啊。皮較盤啊。對。較通啊。心較通啊。食一粒就好了。食一粒要20 條，十幾條。好，大概。幫佢冰上來，幫佢炒它。大概係那個餅乾，消化餅乾啊。哦，消化餅乾。廣東很油。幫佢炒一下。一般來講哦，你去超市買嗰種消化餅乾轉落去以後，塑膠袋，然後捏下就好嘞。哦。好，兩片呢，好，我就準備兩種嘅優格，大概係沒有調味過嘅，就是純呐，冇甜嘅。好，一般呢幫佢冰兩片。好，大概火龍果果醬，幫佢冰上來，幫佢染色。火龍果就加通嗎？就大概做個果醬就會就撈兩個桶，咁樣就fon凍好看嘅。所以你睇火龍果嘅果醬係炒出來嘅，還是調理機打出來？一般來講呢，就會把個火龍果打成汁之後呢，撈兩個桶去煮，煮到溶掉之後呢，就做兩個果醬嘅。用注色，這讓我想到什麼，你知道嗎？李志龍，對 ，Hello Kitty 的那個扮演。哎呀，我就試過。大概呢，我就幫佢用到大概像是擠花袋啦，或是塑膠袋底度，電它用鹽會較強力啦。這種炒料嘅需要，該溫度用辦法控制。一下就做得咧，幫佢炒肉蓉就好咧。大家有食過嗰種乳酪蛋糕啊？一下背嘅硬凍好食嘅皮啊，就係咁做出來嘅。咁就做得咧。好香哦！用炒香，哇，香到底度。今日好多凍到用哦。那個早餐店沒做得賣哦。哎呦，那個做個有甜點店就做過了啊，你啊一杯就賣大概70-80 條就是。很貴哦。超吧，到底動作麝香葡萄呢？好，兩片呢，好，幫佢晃一下，好。然後大概擀麵棍，好，幫佢打一下結實。那假設福卡摩利亞擀麵棍用嘅啥咯？擀麵棍模呢做得用酒罐的啦，做得就種個酒罐做得啦，安排。藤條做得啦，哇！用油味啦，用酒罐的有冇有蓋的啊？呢多種啊。第一次吃優格。對啊，他活了8年第一次呢。我也第一次。下面不一樣的味道。哎呦，薯片馬前面體育白呢。切下去，用力。抽煙機，哇！哎，這個是抽油煙機插落耶。地位地位做乜嘅？那就不要。哎，你不用扶到，你不用扶到。擀麵棍模呢做得用酒罐的啦，做得就種個酒罐做得啦，安排。藤條做得啦，我啦。用油味啦，用酒罐的有冇有蓋的啊？呢多種啊。
那等下呢，我会先捞一束的个料，好，大概优格，好，帮你煎一下，好，好，两片帮你挤。哦。哎用就较强力啊，就唔会用到个杯子旁边。哦。优酪乳总得吼，优酪乳会挺深啊。要像个体内含有种绿色嘅感觉。好，两片呢就做得冰，好，材料。其实阿姊今年做的两头菜吼，系冻好的港府嘅那种减脂菜。确定呢？确定，因为真的坚果是冻好嘅油分来念啊。它不会变的种的啦。韩国呢？吃饱饭的嘟嘟有一笔安尼来说的。大家讲哦，淀粉莫学下豆，但是优质淀粉像个燕麦片，做的蹦出那个效法。可是像肤质过敏就不能吃呢。对啊。啊对呢。大概葡萄，好，大概红色嘅，好，用送来。要送色嘅顺序有嘛个？就一层一层不给弄到底度就好了。哦。哇，好漂亮！就像应该走那个沙画的杯子，对，以前爱用，沙画。还有以前那个果冻那个水晶灯的那个人，对，不要说鱼缸就好。所以你看师傅给配色系有贴片沙感。水果，像那个水果个选择，我会选大概有颜色卡比较鲜艳个啦，就红就绿啊，就橙色啊，就红色，然后用个卡好啊。那如果黄色，大家会想到哪种水果？凤梨。那会想到嘅仙桃。哦，仙桃很好吃哦，全部大倍是羊奶的，一定要按太了啊，是唔推咯，后摆做奶昔呀，变冻起来。像俺黄色是会想到榴莲。其实款奇异果啊，老草莓就都酸甜，嘛用冻感梅，因为优格本身的遐用。可是那个减肥不是会吃那个营养棒，也是那个是威化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能量棒，都是用谷物的做嘅，然后掺掉有高蛋白用。哦，蛋白粉啊。大家啲哦，嘅什么应该有加学好是那种美白啊，奇异果老草莓就听我学下豆豆，那个维他命 C 豆豆。真的，那我这个就带走喽。你讲是当够甜哦。大概就做得不用一束的个发吼，不用松气。哇，哈哪这样哇，要不要70倍牛那大了？这个吼，8人客哦，买200。妹妹，你看今按要发摆上去哈，真的就是锦上添花。是啊。哎呦，就好嘞。而且你速度快到姐姐们都还没问问题。真的。看一下。T 百宽度嘞，丽青姐已经看到走出那个桌子的边缘了，很强哦，很强哦。这个所有的参赛姐姐哈，少女心喷发了，回去叫老公做不赢的生。冻的哈，这地袂读东西啊，圈马盖啊，顶马盖都在卖的。对，来本台可以看喽。火龙果优格杯，按钮就好 C 喽。哇，另一边呢，真嘅係跳奖嘅吼，好适合这个什么完美拍照打卡。你好，我舒红嘅阿姐肯讲吼，你阿背啊好款，大家盘得什么？当标本好咧。白奖啊，来啦，太强了，品尝坤啊，谢谢。哎，赌好咧啊，哈主题哈，有种下午茶的感觉。还有刚好吃哎，不敢吃太。花可以吃，花可以吃，有花青素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它是食用花，对不对？那个十足。是哦。那最好是两种唔会甜嘅这种甜点，因为唔会有负担，不会有心理的罪恶感。它真的很天然的，什么我叫嘅编发以外呢，酸甜，真嘅很适合现在夏天。韩国大家做啲味道最下背哦，到个优格强下雪，哎呦啊，懂我说的，这样吃得饱越来越慢。两片就是张营养唔得咧，是因为富有嘅口感。第一次献给林胜志啊！哇，你看，第一次吃优格。对啊，他活了8年第一次呢。你第一次吃优格？因为我一直排斥它。
怎么改呢？我不知道，你敢吃鸡冠，不敢吃优格。我也第一次。下面不一样的味道。哎呦，薯皮马前面也提去白呢。对啊。我现在知道果干，还有叫荆棘的果干是不是？有荆棘，还有tomato盖。加个酸甜度哈，让我想象的无同样啊，也当到层次感啊。真嘅好食哈。真嘅好食啦。吃了停不下口了。观众朋友看你的节目，没错都不卡，来练习看呐，而且发挥你的想象力，做出你气感嘅优格米头哦。唔过头前一毕业，马上出来金行最杯米馆嘅挑战。料理大斗心，大家顾客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鬥士咯！又到係最緊張嘅時節咧，因為呢頭前一畢業，等於講最杯米一關就會來決定勝負了哈。先來看一下馮翠帶來秘密武器啊，係乜嘅？脆瓜，七個各位啊，吹電扇，吹兩擺。有吹天山的哦，这样看一下。他这么怕热哦，真的。因为不能太熟啊。我社区嘅人上啊，假设选题下唔好选择而先买啊，是买就是崩的冻好食咯。真的真的。对。好，也嘅脆瓜哈。大家可能都提講有做唔夠自家嘅米湯冇共用，也呢就有上係你風吹嘅米湯，用也嘅秘密武器帶來嘅最杯米出料理，名嘅乜嘅名誒？古早味瓜仔肉燥。也嘅話一定懂茶飯，哎呀，一定很茶飯。剛剛吃的點心，現在在吃正餐啊，待會那邊應該做點心吧？冇。好啦，最杯米館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哦！好，咱出嚟一片吼，唔係甜心，咁個嘢吼，只聽係客家人接上會看到嘅秘密武器，寒冬瓜，比較黑一點哦。這個是2、3年了哦，有資歷這個香氣，資深鹹冬瓜。對，所以其實鹹冬瓜都客家料理地不會多，東家上會看到。但今天我們要拿幾來做乜嘅料理呢？它的寒冬瓜炒吊菜耶，炒茄子。哎呦，你其實係愛提咗擺看過，因為鹹冬瓜可能炒肉下多，我今日會炒吊菜哦。好，2個都是黑黑的哦，不記得什麼下嗆到哦，冇問題啦哈。沒問題。好啦，水妹一罐有信心冇？有。好，2組都已經準備好勢咧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！開始嘍！最後一關，我真的是緊張了。其實剛剛博謙講到這邊，我確實有點緊張，因為一定要色就較橙色。係啊。唔係啦，吊出嚟見到油，也會凍醬嘅。哦，嗰時候給我選勾油，對不對？但是假使用水來燙。哇，那就繼續烏特的。然後上一聽第2勾油吧。如果真的等一下重複哦，你看上浮醬來就掉，掉我1塊這樣。變做擺盤。哇，啥一款呀？哇！很粘薄哦。金銀財寶。人家狗面中通哎。很強哦，而且我們今天盤的全部去卡帶耶。哦，這麼高的上帶啊！哇！你現在要先來煮油黑嗎？哎，對，我可以幫你炸嗎？我超愛炸豬油。豬油你種好，不過含油你加東西。含油嘛該東西。該管哦。這個是我的秘密武器。是喝了就會講很多秘密的東西。對。那你先炸油要不要？好。那個秘密啊，那個秘密。你不講我就直接試喝哦。好，你喝了，你等下醉了你就不要賴我。他超不會喝的，他一滴醉。應該要講你係 sake 哦。sake 的。不卡嗎？清酒係哦。清酒凍好日本酒誒。日本酒啊，是的研究哦。米酒啦，應該係米酒，適量米酒啦。哎啦。哦。我們現在講的酒精濃度差很多呢。大家又發現到其他就是不用也順口。我說放這裡比較好，舒服。今天淑珍姐的畫面太少了。對的。她真的是今天哦志在參加。啊，哎呀，畫面就不應那條嘞。爭取時間。不過啊，我想請問，剛剛講到這秘密武器是脆瓜嘛？哈，對。製作上有什麼要注意的嗎？哎，要注意的哈，就是脆瓜，一般很多人都是把做小黃瓜的時候，都是把它用鹽巴啦，就把它弄掉，對不對？對。就把那個什麼澀味弄掉，其實不對。200克的小黃瓜，糖200克，
酱油也是200克，那糖2匙，水100克，然后水哦。 对哦，浪滚。然后你就这样像这样子啊哈，这样子去弄啊哈。啊，这个不要切得太小，啦，这个哈味道才会出来。一听话有酸甜，对。而且你的这个蒸肉啊，你也有用凤梨耶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猪最喜欢咬凤梨了？哦，贵得落去哦。这太壮观了，这个要加大火了吧？不要。哦，小火，中小火就好了。中小火。啊，跟地尾就限入狗吗？对不起，什么不油哦？哎，这个是抽油烟机插了耶。没有，专门是吗？被发现了？不是的，切下去，用力。抽烟机。哇！地尾是吗？做嘛干？那个不要。哎，你不用扶的，你不用扶的，因为谁扶了？来切这个。 好了，我们等下给我兜上来好吗？姐姐，你认真放进去了。真的啊，等下就偷吃啊。地尾上野贡哎。没啦。不要紧，回家就衣服洗掉。这个要注意哦，这个要注意哦哈。好。改变哦，穷尽才呢。我们这边输人不输阵哦。哇，那个效果要有啦哈。哎呀，来，而且今天呢，苏 kimchi， 它也是没有什么画面。嘿，来，处理一下。哎呦，條蚊火咯！88888。好，先摸落大嘴骨咯。那問一下吼，基本面吼，家下講係鹹冬瓜、撈菜、吊菜。吊菜誒。然後你都有吊菜先剖果嘞。嘿。我覺得剖過實在會講。兩個你老師那關不是嫌棄嗎？還有兩個秘密武器啊！秘密武器在這裡。 cái hàm冬瓜mà nhìn做的啊，hàm冬瓜係愛做的，藝人妹妹，因為哈，cái三個冬瓜，我們曬一頭一般做的嘞，一般就做的可是精誒，做的滷誒，要按照珍寶的樣，真的壓箱寶啦哈，不是鎮壓寶哦哈。應該講。你今天有騎重機來嗎？沒有啦，今天叫 Uber 帶那麼多，叫 Uber 幾十萬要哈。 在存錢沒？看你今天會不會得獎啊？哦，要按照珍寶的樣，真的壓箱寶啦哈，不是鎮壓寶哦哈。應該講嘅。這地尾讀就錄嘛，嘅看就頭。就是這個哈，偷絲薑哈。 個糖酒，我就放下去。因為佢本身當酒梅咧，所以家下嘅絞肉冇先滷啦吼。我冇不用鹽，我就用了啲鹹味個甜味。哦，啊你一片嘅豆腐係板豆腐。板豆腐，那是百葉豆腐吧？板豆腐，傳統豆腐。哎，那我們先過去，你們快好了。現在會變那就風吹頭落點掛哦。好，要錢嗎？不是。哦，我最好是2種。 這有點太厲害耶！ 1斤呐哈，你最好是5比6哈，有比例的哦。有1/5哈，SOP 哈。瓜子肉水饺超好吃的哦，完美。真的哎，可是那邊你看，哦，這個玻璃擺盤，亞嘅。兩碼嘅2萬啊。頭油啊。你睇凍好全呢？這要幹嘛？這要幹嘛？咦？哎，為什麼讓都水？因為啊。 莫太鹹嗎？又莫太。他怎麼該去聽我用兩那種，直接這樣倒進來不就好了嗎？愛莫誒，愛看愛要多幾多誒啊，莫多多。你係量杯啦。哦，那演習的等下最尾面天雄啊呢？沒有，演習的就本他個夾咧，自己夾咯。好，應該好選，你是夾豆對哇？哦，哇，2餐。3餐。 哎，其實哎，不好是2種菜瓜，跟地尾讀的絞肉啊，它有學得到那種配肉。對，哎，我記得啊，李 kimchi 它是騎重機的，對不對？對，騎重機。今天有騎重機來嗎？沒有啦，今天叫 Uber 帶那麼多東西。叫 Uber， 現在又看到一台Suzuki的，幾十萬要哈。在存錢沒？看來今天會不會得獎啊？哦，啊，你得獎要帶雪玲姐去兜風哦。OK，我們去爬那個什麼山呢？合歡山呢？ 啊，這個老你講哦，佢雖然唔會起重機哦，不過佢時差吼230。沒有230，你感受不到尾巴哦。好啦，我們這裡差不多了啦。哦，對啊，大家裝到漂漂亮亮容器就好哎，對不對？對。好，謝謝嘍。哇，凍成5倍賣誒！
铺台嘿豆腐，今天啊这，咸冬瓜，你看木工，一起看个风吹头。咁冇食咧，那先让你冇食咧。血路加是会容易切到吼，有血上的风吹头。对，加医生有讲。嘿，係嗎？做啲保养嘅血管。係嗎？真的，你等下用 Google 去查一下。好，好了，我们来去倒数好不好？这边好了，好，来你都酸，天草马上快是都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嚟試試看啦！最杯面一關，那部卡米西卡針到咯。最杯面一關呢，兩組呢都拿出7家嘅壓箱寶，一個呢用青瓜嘅，一個係用鹹冬瓜，先嚟試試看下風吹嘅料理咯。有冇盤頭真勁講過去呢？它的秘密武器，懂一米又卡切。重點就係個切料就是。因為煨煮嘅時間真緊凍長咗，咁煮落去吼，菜瓜對我來講啊，我食物嘅就食落去嘅時就呱呱呱呱呱樣。因為我在網裡看它食有冇很清爽。剛才博謙本來說，哎要棒翻，可是你配鳳梨下去吃就不用了，嘟嘟吼就不用了。好吃嗎？有瓜子的脆度，而且不會太死鹹。唔會死鹹吼，因為放這個鳳梨看它食。麗琴姐每次來都給我們驚喜。謝謝。對啊，好吃。它這個鳳梨它是拼盤排半邊的，它不是拌下去煮的，所以它那個肉裡面沒有鳳梨的味道的。你沒建議做啲煮落去係冇？建議煮下去可能又會有另外的風味。這樣子。果然是知心好友。我諗出嚟一片吼，真勁厲害，家下燒嘅東西完全唔是了，因為你下看起來東西啱啱食咯，夾夾都幾塊。試看藍隊的咯，哈。哇，不誇張，因為它剛剛就是兩種醬香味。對，所以基底味吼，除了個鹹冬瓜非常香之外，它是調時嘅味道。對，剛剛鹹冬瓜係咪有落一些辣椒誒？好會時間有啊，到對面，啊，鐵白石頭雕出嚟幫下嘅鹹冬瓜呢。真嘅鹹冬瓜很百搭吼。哎呀，啊，這個很有頭腦，第一次吃到說這樣子，鹹冬瓜，然後跟那個吊柴這樣瓊下可以做一道菜，那不簡單。鹹冬瓜做來以後，按入口即化，即擺學到安尼，同吊柴嘅瓊下做。對，總共鹹冬瓜真嘅百搭，嘛該做做得。應該鹹冬瓜真勁好食呢。啲冬瓜哈，迄個當出嚟個哈冬豆啊哈。你無洗就會滷就會起來啊，伊唔耐冰會綿嘅。哦，我迄個那滷起來冰的啦，他把它做得整瓜呀，本身也帶飯，整豬肉本身也帶飯呀，就哎呀，啊很耐冰啦，哎呀。然後2-3年之前是做好嘅嗰種鹹冬瓜，攞去比賽，大家吼食落去哦，會進食啊，試渣是摸住渣呢。夠做啦，夠做啦，今年夠來做好冇？哦，今年要做嗎？今年忙冬瓜忙當中，所以你看今年係試渣摸住渣咯。哦，我到底師傅用乜評分呢？記得看哦。到底師傅嘅想法係用班呢？想嚟搶甚至師傅搶不服輸。最低分找到了最後一票搶看謝玲阿姐，搶手。哇！甚至師傅搶公平。好，我要本了解鳳腿兩片咧，吼，而家做嘅味道哦，濕到凍好啊。呢度咧就嘅脆瓜，哦，也唔會強鹹，因為我要嘅脆瓜凍鹹。啊，佢自家做嘅脆瓜嘟嘟好，調整嘅地方係因為時間要較短啊，做得路較久，意思係要較嚴一樣樣。好，好，藍腿兩片咧，吼，佢較大眾嘅地方係煎過嘅豆腐啊，做得撈啲嘅湯汁一起來燒啦。哦。而家水分啊，將會撈啲嘅拌豆腐啊，鹽味。好，換謝玲阿姐。我要配藍水樣嘅係，加個食出來米絲最度含有加個冬瓜鹹冬瓜嘅香氣啊，香氣還是存在的啦。今日安尼搭配，唔好查家甚至師傅講嘅豆腐做得那冰落去一下向下煨煮啊哈，會含鹽味，會含啊好，哈風吹我冇不易分數係因為今日嘅炒嘅香氣唔啦，人蒜頭冇逼到，哦，蒜頭有逼到，人香氣係有出來嘅話。分數就可能會較高。
而且两祖孙亦有默契哦，对煮呀高肉的变化的料理啊，错，说他干你懂厉害，一烘高肉唔该做得变出八百种料理，成绩已经出来耶，马上就要颁奖嘞！耶！好，比赛成绩总算出来，刚刚谢玲晶讲，好想把锅子送出去哦。对呀。可是因为正嘅设定哦，难分选制，两吹都会得到2分，都可以提名。先来恭喜凤吹得到1000元的加菜金。恭喜！还有。好啦，谢谢两位师傅很用心嘛哈。好，第二个呢，是我嘅专辑啦，有心人係淑珍、李青，做我的专辑，跟他们做哦。谢谢。咱隨禮拜吼，得到係2700嘅加菜金。還有介下小嘅，就講攞200出23銀片。耶！民主嘅涵養專輯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先来梦一还有，今天淑珍姐替百人都节目当中，我觉得哈，其实可以来懂台风，好像不会紧张，可是给发有懂笑。可能给你讲心得的时间还没喊开头分台分享一下。哎，因为完全厨艺是第一次弄好来啊，自己分内的工作就做好来这样子啊，不会让你们很纠结、很为难。录影上面就能够很顺利。这样子，谢谢。处处为我们考量哎。哦。对啊，好用心哦，真的是有心人哦。哪有，谢谢。李婷琪，这一次还踢300了哎哈。算是我们如果有集点卡的话，他应该是最多支忠实顾客 VIP。要拜来，故意拜来参加行政用版了，他分享。我感觉也只团队哈，一些自主的团队，他甲同合作、同认真，有人哎讲。哎呦，我们同乡一参加，刚唔会共行用个啥呢？就是淑珍姐吗？不是一个黄老师。黄老师哦，你跟一家之主建议一下，可不可以是共下发呀？哈，超级来啊！你当他的课语的帮手啊？超级来啊，好吗？好。天从风秒踢西拜。我昨个看到咱水里亚片嘅润啊这，今天带来一架做嘅ham冬瓜，还加多利亚哈，它这个还唇齿留香哦。今天就蛮感谢呢。不爱的姐妹的好喜哎呀，见世面哎呀，当好了，谢谢啦。我讲个当上那我个呢，那嘛个，我个呀，我哥啊，回去可以烹饪这样子。冇想用鹹白過來一擺，好不好？然後鹹白你嘟嘅對數吼，你先老幾講，我係輸哦，先講我係輸哦，哦，你盡量發揮。好，節目而家係蘇慶嘛姐，讓大家分享今日嘅感想。去拜參加，哎呀，行都行嘅唔敢衰，衰唔得啦。你家下要先食酒係啊？沒有，冇。啊，到你一下呢？你下唔會嚟輕鬆誒。哎呀，可能係因為卡到錢嘅嚇。沒啦，真是來到啊，看那個保險按10分，你看哈，給這，哎呀，興奮到存的事啊。不可能的吧？你嘛講吼，做講吼，還是半年下多分數咧。你全部冇分數，半年講到重點咧。哦，恭喜。謝謝。好，這份感謝你4個美少女呢，今日來到你節目當中表現出媽媽嘅好淑女，同時今日還好到甚至師傅哦，這個少女心噴發的甜點料理，睇起來豆腐卡都做來吃做看哦。係啊，無論你係提100來，也係來到提300，歡迎所有朋友加來報名啊！冇事等下我們可以做個幾點章，接到5個獎狀之後，我這樣想。送個博謙的愛的抱抱好嘞，那大家就不用跳過第5次啊，哈，直接來第6次啦。好啦，總共已經呢，一家子做分享，睇起架 Q 下來都要到位分享飲福卡嘅好料理哦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